如果你特別討厭一個女仔，一定要推薦佢買呢幾個靚靚珠寶。開玩笑嘅，千祈冇俾人哋去買呢幾種首飾，否則你可能今日就俾人拉黑咗。呢個視頻呢，我哋同大家講清楚呢4種渠道嘅首飾，介此提此珍惜，可能馬上就會被落架咯。第一種呢，就係各種嘅粉水晶、影石水晶，講我哋正常嘅水晶，佢嘅加工工序可能就係用環氧樹脂去注膠，呢個唔會對人嘅身體有任何嘅危害。但係嗰些染色嘅，佢可能用一些行圈嘅化學物品嘅膠去灌入嗰個水晶嘅珠子裏。講呢種情況下，如果皮帶嘅話，可能就會對身體有危害啦。就係嗰種烤色染色嘅馬騮，咁烤色染色嘅馬騮呢，雖然佢係個標記標準底下，講佢係凡係優化嘅範疇，講佢可能開證書都係天然嘅。嗰種五顏六色馬騮，我哋佩戴時間好長嘅時候，可能就會發現佢各種顏色。其實天然嘅玉樹馬騮，佢只有五色啊、檀紫色啊、香檳色啊。講第三個呢，就係嗰種劣質嘅鍍金啊、黑金啊，或者係一些有硬度嘅產品。可能係因為佢嘅日子可能出標啦，可能係對人嘅身體，包括你佩戴耐咗以後，當做一些熱點或者鎖鏈，會產生一些皮膚瘙癢或者係一些皮癌嘅疾病。講第四種呢，就係我哋經常聽到嘅，譬如一些詞彙，好似咩玻璃貓眼啦、相思度啊，呢些都係名詞嘅特別好聽，但係對人嘅身體嘅危害都特別大。比如話好似金魚珠度樹係相思道理，玻璃貓眼都係玻璃嘅材質。呢些皮帶對人嘅身體都非常嘅唔好哦，講大家記住未啊？以上呢4種首飾，千祈唔好在市場上買到啦，千祈要小心啊！